個護照啦，喺1997年嘅7月1號以後啦，已經係冇再發行嘅。咁如果呢18個委員係覺得係洗緊人口嘅話啦，咁點解要將 BNO 納入考量呢？英國政府啦，為咗吸引香港嘅移民啦，而去制定 BNO Visa 嘅政策啦，亦都有將 BNO 同埋特區護照嘅人咧作區分嘅。咁咧，其實佢呢個方法咧已經係防堵咗洗人口呢一個問題。呢18個委員嘅提案啦，咁啊其實一竹竿打死晒所有嘅香港人，包括呢一啲 BNO 嘅持有者。阿元又覺得係有啲濫殺無辜嘅。畢竟持有 BNO 嘅人士啊，就算佢有2本護照，當初啦，其實佢都係用腳投票嘅，都係覺得佢對中共嘅政府唔認同咧，先至會申請嘅，或者係佢屋企人咧唔認同中共政府咧，先至會幫佢申請嘅。咁如果你話香港已經俾中共啦洗緊人口啦，確實香港俾中共政府洗人口咧，已經係行之有年嘅事實。但係移民政策嘅本質係區分真香港人，咁持有 BNO 喺香港土生土長嘅人都係屬於一個真香港人嘅證據。咁反而你話你想係對呢一個大陸出世嘅香港人要實行比較嚴格嘅審查呢？我覺得係咁樣先係算得上係公平。如果咁樣做係覺得有問題嘅話，咁亦都要區分出呢個 BNO 同埋特區護照嘅待遇咯。咁最後啦，其實阿元啦到而家咧都係未攞到身份證嘅。我對呢個定居嘅政策啦，咁啊收緊啦，其實我都覺得好遺憾，因為阿元2014年嚟到台灣嘅時候啦，其實佢冇相對咁多嘅規定嘅，咁就反而到而家我就嚟要申請呢一個定居證、申請身份證嘅時候啦，就感到困難重重。但係咧，我都好尊重呢一個台灣政府嘅政策嚟。我覺得喺制定政策嘅時候啦，呢啲立法委員啦，其實應該要去考慮更多嘅實際情況。但係老實講句，民進黨嘅立法委員可能佢呢一世都喺台灣，佢根本冇試過移民其他國家，或者係喺其他地方，或者佢冇房產，或者係佢冇感受過移民之苦。所以佢哋喺制定政策嘅時候啦，以為咁樣做啦係冇問題，但其實個問題咧係非常之多。淨係香港人要放棄香港人嘅國籍呢一樣嘢，已經搞死好多香港人。同埋你叫香港人放棄 BNO 先可以入籍台灣，但係 BNO 一放棄咗，你就冇得再申請翻噶啦。如果係咁樣嘅話，點解你唔俾呢啲 BNO 嘅人係比照係外國人，當佢哋係英國人，俾佢哋申請永居呢？喂，其實永居我都 OK 嘅，我可以唔要身份證，但係你可以俾翻個永居我覺得咁樣呢都係叫做合理咯。